哇，大家看，这太子面的风景几强嘞！大家好，我是郎祖云，分享书看应该客家新诗，大家看下来关心客家的诗。啊，我家去的所在啊，那边哦，也是屏东六堆客家文化园区，就是屏东六堆的客家文化园区。大家呢有喊呐，做得哈，哎呀，全部都走出来，来要不要好好搞一下，欣赏一下风景？要带的有湖水，有树诶，有草地，还有表演区，还东江的所在哦。不过东大松的就黑哦，呀，他的小朋友哦，东多一到放假的时候就变懒死嘞，躲在家里面吹着冷气，打天哦，搞天童，哎呀，我对身体亦唔好哦。希望大家可以出来行行看看啊。就像细汉时节的阿 Kim 古香香，我们的国宝级漫画大师刘欣清老师，虽然在那个年代里面没有什么物资，不过啊，佢嘅头脑地度有懂得古古怪怪嘅想法哦，佢干嘛嘅咧？看一下。大家好，我係劉欣清，謝先大家好嘛咯。陳獨挑啊辛苦，當陳當背搞當背了呢咯。現係攞咧，見難我咧，唔會cái了nhân này, u soi chín này như là theo họ nói, lô cù tóc à chim cú, chân chân hậu còn cú, chim bí nó còn mặc cái nó, cái này sẽ cáo cái东西，cái sẽ chín này theo bài sẽ như nó是莫讲有玩具有电动玩具哦，来打电动来玩电脑没有啦，没啦，搞买咯，哦是善党族语诶。抓蟋蟀，他闽南话叫抓多狗，爱的黑白人按照捉土狗哦，爱法律中途你看，谁爱买一很大家老太哟，你这好惨的人插管呐，种水，你嘛该土狗空。机会说啊，看只空说出来，你将因这个点呢，咚就给倒啊！你将因啊，那个管头呢读起账，我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哈。兄弟相约灌土河，土河急忙往外躲，小弟伸手等着他，眼明手快扎正走。这个土河就多做嘛个呢？个好台家的讲来啊，流年不去相打啊，当时启动好看哦，看马上打烊哎呐，打难的嘞，做到铁道，打难是铺那些，跟样板铺呢，用啲牙刷啊，用个火炭去铺，当个未到烊个多高。cái thủ hiệu cái gì đó cho cái băng thế tăng có gì phu tổng xong tổng hồ sơ đó thủ hiệu chọc này thì chọc sa mơ nhật thiên sĩ à sa mơ tổng to man san hệ trung núi ya chín to ha ngài还写一首打油诗哈夏日蝉声传满山仿如天籁响人间，何人抓他来把玩？由他唱过千万年。因为啲腳係生啊，啲腳係生，前多種，每種係什麼種？腳冇同樣嘅嘛，知道按照馬古山嗰啲等睇生，哎呀，啲腳呀，就黏暗嗰度踢咗嗰些。幾個馬古山哦，後咗熱天走咗時候，總係每年是冇嚟啦。還有個烏鴉山，佢叫烏柳樹當一點多幾條，人家說唰，還有一種，人家樹呢，個東北叫，個叫青椒，熱天叫到秋天，個叫咁樣叫呢，有雞。哎呀，甚至哦，還有一種叫呢，
儿媳，你父母讲好吃，有儿媳，噶当会讲，还有一种个善良啊，个太心善毒有一种安尼，嘻，为落水个以前清朝就安样想袂叫，两行人伊讲，个什么样蛮重要啊？谈一件上刀，你看你几刀，你做个几刀，人就强啊！嘿，爱头摆当我做个，我会上书，哎呀，抗人小样当家，噗，我爱做到咧。是當然啦，唔係好做到唔到叫嘛，逐個蒼蒼啊，啲挑呢嗱，裝計陰陰雜雜嘅東西，乜係一點好，一點二片，計壓卡苗啊！清音清潔，個貴湯呢嗬，個沙漠個樹檔呢，你春個飲嘛，其實飲到就是應該咧，什麼你做到咧？奉勸大家，沙漠是唔好去做嘅，唔好殺生，留着在，讓他在山上唱歌，什麼大家？唔過呐，喺做嘅土狗誒，也係做啥嘅啊？要生氣後搞的事情總是少不了阿 Kim 姑啊，他就是這麼古靈精怪。因為豐富的童年，也使得他的畫作豐富有趣，而且可以永久流傳。有人講過一句話，就是呢，傳統的它必定曾經新潮過，而新潮的卻未必能成為傳統。故所要成為傳統啊，得要是非常經典的。那如何平衡傳統跟新潮之間呢？給位老太太介紹一個什麼耶？林玉婷，在一片的哈日哈韓的風潮當中，她堅持自己是客家人，保守這樣的傳統，卻創新了非常新潮的歌曲。她的故事又怎麼樣呢？唐一哈幾個故事。先做做懂客家人，因為自細聽到阿公阿婆狀態，因此講得一口流利又好聽嘅客家話。新聞呢畢業嘅佢對表演有濃厚嘅興趣，故所在課餘時間也是學習表演和肢體動作。目前除咗客家歌曲創作之外，出國跟住狂劇到演戲、配音、主持，一直不斷有新嘅嘗試和突破。係一位才華洋溢嘅後生人。社會啦，香港當代企業啦，對呢偏鄉地區當咗愛心，所以呢，就會學生偏向什麼人幫佢嘅青島，對不對？很多，所以希望本期的有一家當玉婷唔但係音樂創作人、演唱人，目前也擔任客家廣播電台嘅主持人，同時在一度大型場合主持節目。而了了多元化嘅嘗試和發展，卻意外嘅讓林玉婷對客家文化有了更多嘅認識和興趣，甚至希望用無窮樣嘅角度將客家文化介紹出去，讓更多老其窮樣嘅後生人追得接受。因為我自己在這個台北長大啊，所以我涉獵這種客家文化的東西真的很淺，所以在做這個客家節目的時候，其實我有時候是很仰賴 Rita 的。他反而知道的比我還多，可能是他從大學時期，我聽他講過，他從大學時期就開始有接觸這個演藝事業，他已經開始在從事了。然後再加上可能因為這個他從客家歌曲這樣就是說出發吧，或許我覺得他對這個客家文化好像有那麼一點點的使命感，他想從這樣的一個角度裡面去走出屬於他自己的這個演藝事業吧。我覺得做客家音樂，這個是我當初真的沒有想到的，因為當初其實我有其他很多的機會，我有機會做可能大家現在聽的流行的國語音樂，
可能大家所谓的主流市场吧。那我在山狗大后生里面，我们其实有唱不同语种的音乐，但是专门做投入在客家音乐，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是我们本身最贴近跟自然的东西。结束1年的工作，6天接便又來到了三橋台後生樂團嘅團練室，繼續樂團新歌發表會嘅練習。雖然年年嘅行程看似非常辛苦，但係對6天嚟講，呢卻係佢1年當中最開心嘅時刻。那從小其實就很愛唱歌啊，然後其實我小時候還有一個那種，我們小時候看電視嘛，看着電視上的歌手，我就會說哇，我以後也要當歌手，我以後也要當明星，我要唱歌。對，一直到現在我回想起來，其實我在實現我的夢想。那係有一群同學共下，就做得結通出呢度嘅火花。6天目前佢也擔任三橋台後生樂團嘅團長，呢隻團隊演唱嘅演員相當多元，包括國語、台語、韓語等。所演唱嘅曲目全部係自家創作嘅歌曲，佢哋都唱出嚟對呢片土地嘅關懷、老熱情。也積極嘅參與呢度嘅工業活動，在佢呢度嘅搖滾曲調當中，唱出嚟一群後生人對台灣深切嘅關懷。其實在一個族群融合非常成熟的地方完全不需要講你是什麼人，你是什麼族群，至少不需要常常強調這個事情，對不對？很多事情自然它就是融合在一起。生活如此，說話的時候可能是這樣，表達在藝術上也應該是這樣。所以慢慢的，我在第4章就是有一點這個概念，就是說希望能夠把不同的語言納入在一個歌曲當中，甚至就是一張專輯當中，對，讓它回歸到所謂真正的融合的狀態。1990年代開始，客家新音樂運動真正展開。客家音樂人才輩出，客家流行歌曲見聽等時代嘅腳步，佢被曲風多元，創新元素，而扭轉一般人對客家歌傳統故事嘅印象。對於呢度喜歡音樂嘅後生人嚟講，賺錢並唔係佢呢度嘅首要目的，佢呢度在意嘅係做唔做得將佢呢度從音樂當中所獲得嘅熱情繼續傳遞下去。大家想聽歌了嗎？想。好，第一首歌曲叫做《給我一個愛你的理由》，我愛一個愛你嘅理由。我們今天呢非常貼心的為大家準備了我們的字幕，所以大家可以邊欣賞音樂邊有字幕，然後呢也可以學客家話。就是它靈感的來源就是生活經驗的累積。每一首歌它背後都有它的故事。不過我一直在做音樂裡面，我一直有個初衷，就是我當初為什麼想要做音樂，除了我很愛音樂，我喜歡唱歌之外，我一直覺得，音樂是非常有感染力的東西。我很希望我的音樂是有愛、有溫暖，能夠帶給人一些什麼東西，而且是正面的影響。
团曲的名称，其实係严志文老師三九泰樂團嘅延續，喊做三九泰後生樂團。確實，也讓人哋度看到了一批後生嘅，願意用佢哋度嘅音樂來換位兩隻披出佢哋度狀態嘅家人，願意為台灣盡佢哋度嘅心力。在平人嘅眼中，或許只係眾多樂團嘅其中之一，但係對於壯義別嘅客家鄉親歌迷來講，三九泰後生代表嘅卻係另一種客家文化嘅傳承和創新。其實，在這個所謂的全球化啦，或者說流行單一化的這種環境當中啊，其實要怎麼樣找到你自己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有很清楚你自己的角色，你自己看得很清楚的時候，其實你不需要隨波逐流，而且你反而在這樣的潮流當中，你很容易被看到，你很容易，你有更大的空間可以表達你自己。接下來這首歌要借大家的手，那個等一下，如果我們唱到那個啦啦啦啦啦啦啦，你們要跟着一起唱哦。要練習一次嗎？練習一次，我們先唱好。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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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什麼你們？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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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再次哦，我先哦。啦啦啦啦啦啦啦，2、3、4。其實依婷的創作就是他的風格以及他的表達的方法，其實也不太同於我們現在其他同年齡的這些客家歌手。這個我想就是說，其實應該是他的關注的領域比較寬廣的關係哈。所以依婷在這一方面呢，他在表達他的創作的時候，其實他只是用客家語言，可是他表達的內涵呢，他其實跟他的生活是非常貼近的，我們每天的生活。在苗栗發壇頭辦創業嘅兩隻時代，台灣唱片市場不斷嘅萎縮，音樂進入迷離時代，用滿意下歌嘅客家音樂人，而比拍上人更加有熱情和堅持，爭取地將客家流行音樂嘅塵土帶向新嘅世紀。而兩道後生人，佢哋都用生命力展現出客家朋友跨越時代而且豐富多年嘅特質，也為傳承客家音樂開啟了新嘅方向。客家新生代歌手林玉婷，人长得甜美，歌也唱得好，从她身上感受到她的才华洋溢，同时也感觉到她独有后嗓音的活力。而且林玉婷深以当作一个客家人为骄傲，她不断地用她优美的歌声向世人宣告，告诉大家“爱是客家人”。亚哈从泰嘎乡下来堂这两首诗歌是敬畏上主，以及全世界都要向主赞美。因为上主来自你的眼头，你存自己的手就该从你爱真心仰望上主，我依然曾高来从你。糖豆跟柳树的诗歌全部都是一个人创作的，这也是大家所熟悉的客家僧乐团的指挥，也是作曲家陈建中老师的作品。先生用暗 voice 呢，对啊，柳树跟树歌都是您创作的，所以先来聊一下您这个创作，比方说词的部分，它的这个由来为何？好，这两首诗歌刚好都是
我同一年写的，就是2008年创作的。那也都是根据圣经里面的几段经文，然后把它编写成新的词。是，所以这2首呢，对于这个基督徒来讲，是也是灵修的一个好的材料啊。是，老师每次选择这个词啊，都从圣经的章节里面选，也都是最重要的，但是却又都最平易近人的一些道理在里面。是。那可是我们听到的是2首歌，它的异同又在哪里？哦，2首歌大家可以听出来都是很活泼的，但是不同的是因为它的选择的经文不同嘛，对。譬如说第一首金威松主哈，这个是属于教导的诗歌，因为在教会里面这个圣歌里面有很多类别，那有一些是来教导基督徒应该怎么做，行为规范。对对。第2首呢是纯粹是敬拜赞美的诗歌，感恩由感恩而来的敬拜赞美。所以2首都是很轻快悦耳的歌。是。但是在配器上呢，也都是采用这个中西混合的乐器。那里面也，比如说大家可以听得到有笛子啦，有弹拨的乐器啦，是，还有一些饶拔，那还有一些鼓，有饶拔跟鼓就创造节奏感，对，就很欢乐。像我第2首那首诗歌，是我在印尼开这个客家福音行动会议的筹备会的时候，在旅馆里面。就写了这首诗歌，所以又有一点点这种感觉是到异国的风情，但是又是旋律还是中国的。是，老师真的是一个在生活当中不断在取材，而且也不断的呢感受到上主的圣灵，然后给我们很多好听的诗歌的人，不是哦，懂感恰你。呀哈，就抢太嘎 Q 哈来堂我们老师的2首创作。因为松主来自你的眼前，你是自己的手，就该从你爱专心仰望松主，你来自哪里中，你在你伸手旁的路上，我一定一直的迎候你，我自个劳动有我的旨意，凡事应当凭为主，别离后事。
两首诗歌非常的轻快，是不是你听完了心情也跟着愉悦了起来呢？给本野故事老太太讲的就嗨，不管呢你是什么样形式的音乐，新潮的，或是加一些传统意味的，只要这些曲子能够让你听了觉得心情非常的愉悦，当然我们也非常的欢迎所有的朋友可以加入我们诗歌的行列，大家听好来唱客家的诗歌，保证让你心情愉快。谢谢所有朋友今天的收看，客家新诗，下礼拜我看到你来关心客家的诗，再见喽。